你来了。先说好了，我来是因为史教授要见我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没事啊，反正你来了就行。走，哎，好。林夕同学啊，我们校队一直缺一个精通数学的队员。那天我看你对分析数学很有研究，希望你能够考虑加入我们校队。教授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其实是经管系的学生，并不是数学系的，就是可能还不太专业，达不到您的标准。我看中的正是这一点。你虽是经管系的学生，但是你对数学很感兴趣，而且解题思路清晰，是个搞比赛的好苗子啊，是吧？谢谢史教授。哎，不用谢我，谢谢小蒋就行了。我这个人是很亲切的，不要紧张，以后就不要叫我史教授了，就叫我老史就行了啊。史教授，我跟蒋正涵，我们俩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的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非常纯洁的高中同学关系。如果史教授您之后觉得他能力不行的话，他该退队就退队啊。这个数学里有一个名词叫有且仅有，我觉得咱们校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他的不可替代性，还是要有一定能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够留在校队。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别吓唬小同学嘛。我相信啊，我们的团队是一个有温度、有态度、有力度的团队，对，是吧？师妹，我们的团队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。老师英俊潇洒，我们这些队员呢幽默风趣，一定是你参加校队社团的不二之选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校队啊是京大非常有名的官方赛队。你参加校队的成绩呢，算到这个课外实践里。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未来的就业还有保研有非常大的帮助哟。对，师哥，您不用给我介绍的，我知道京大的校队很厉害，就只是我没有接触过计算机，可能会拖大家的后腿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解题还是要用数学思维，就算你不会编程，只要你会用数学思维解题就好。这一点你应该还是挺有优势的。那我试试吧，谢谢教授。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校队啊！来，正好啊，过2天呢就有一个选拔赛，你呢也过来准备准备。小蒋，你就辅导辅导他，好吧？我觉得要不然还是师哥们来吧。那个不用了，我们是高中同学。蒋老师，不，蒋正涵，你别嫌我笨啊。没关系的。